想象下有一位24小時唔休息，永遠好有耐性嘅客服幫你手。其實整一個專屬嘅 AI 客服機器人，比你想象中簡單好多㗎。我哋可以用 Code、BotPress 呢一啲現成平台，唔使寫複雜嘅程式碼。第一步，將你公司嘅產品文件同常見問題全部上傳去平台，跟住幫 AI 設定一個專業嘅人設同埋答問題嘅規矩，呢個就係 RAG 技術啦。客人問問題，AI 會先去知識庫揾答案，揾到相關資料之後，AI 就會根據你嘅文件內容準確咁回答客人。佢仲支援多國嘅語言，分析對話記錄，甚至可以調整講嘢嘅語氣添。你可以將佢放喺網站聊天框、WhatsApp 或者 Line，隨時隨地服侍客人。不過要記住設定邊界，AI 答唔到嘅問題，要識得自動轉交俾真人客服。系統上線之後，仲要根據客人嘅反饋，不斷更新同埋優化個知識庫。只要用啱工具，你都可以輕鬆擁有一個超強嘅 AI 客服團隊。